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講到台語，台語文體制化已經20年。咱講台語、用台語、寫台語，敢有較濟人？是咱語言佫欠倒幾項，也是咱自己愛先反省，咱家己敢有較拍拼？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師大台灣語文學系教授柯惠如。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新竹市本土語推廣協會理事，也是親主管台語繪本的這個講師蔡秋芬。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真特殊，日會閃示作者溫玉橋。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民主進步黨新北市議員黃淑君。主持人好，咱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先來關心啦，這幾年的台語活動，放假是鬧熱滾滾。不過有學者指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真鬧熱，不過其實台語的人口甲公共比例攏無明顯增加。台語團體認為，語言佫欠復振的意識。甲語言的轉型正義。囡仔過來學拼音，這是即馬定看到的台語教學。其實民間有真濟書寫系統，有歷史真久長的白話字，有台灣語文學會定的圖魯吧，嘛有用注音的等等。教育部在2006年整合以後，公布大陸拼音方案，為台語復振拍地基，陸續用佇咧教學、輸入法等等。這幾年政府嘛對台語家庭12年國教必修，也閣有濟濟台語活動去拍拼。國家語言生活節，召回廣播劇。自2019年公視台語台成立以後，嘛透過各種節目，讓觀眾了解台文和台語文化。頂真漢字寫作頂真，羅馬字寫作德應頂，字音真。雖然台灣進入體制今年滿20年，不過台語團體指出，多數人要是真青分，嘛欠缺台語復振的意識。因認為這甲政府無檢討用過的國語政策有關，特殊語言地位搶不起來，台語能力嘛大大淺薄化。咱語言的轉型正義並無去處理，所以有濟人唔知影台語過去受到這個兩屆國語政策，尤其是第2屆國語政策的這個殘害了、迫害了後，的迄個。當初的迄個狀況，其實足儕人即嘛是無知覺，是無了解。今年度文化部預算有編達約13.3億，打算對鼓勵台語出版、表演藝術等等來做。有學者指出，政府投入資源，台語發展雖然進入高原期，卻無明顯增加台語人口和公共比例。學者講，這嘛顯示多數人有關對袂到政策的腳步，條件會找落去。台語會當用這幾年的這個有政府補助的時啊吼，把這個產業鏈做出來，就是讓社會產生有夠數量的需求。安尼，這個台語的產業，就準政府無補助，伊嘛家己會一直胖起，一直胖起。兵團甲學者攏指出，文化部規劃的5年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敢若到今年爾，嘛也無提出長期的規劃。要安怎讓台語復振有好的循環？因認為政府應當斟酌開考。記者盧尚如、鄭春友、區昭陽綜合報道。其實咱要來進行這個討論進程，咱先來看這個圖表吼，也就是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是2022年至2026年，吼台語的執行策略。頭一個加強醫療的保存，516萬字語音的醫療庫以及數位平台，吼標準化書寫系統，優化語言認證，擴大推廣活動，營造優先環境，包括譬如講有製作這個鹹水大飯店，甲動漫的配音啦，強化教學資源啦等等，浸水式的幼兒園、幼稚園，甲台語實驗的小學，其實有誒吼，一個兩項，咱攏寫着，看起來是安尼做了真濟。事實上，對可能你咧看咱即馬咧播出的觀眾朋友，對你來講，
你的生活當中，敢有加了真濟台語的聲音？哦，你會講，你會聽，你會用嗎？還是你去公部門要辦代誌的時陣，你講台語講得通嗎？敢會安尼？所以我要先請教柯老師吼，你認為這幾冬以來，尤其啊台語文體制化，哦，醫生也足濟吼，啊必修啊足濟必修。你認為上大的欠缺是啥物？好，我先講吼，台語文體制化還是台語吼，伊有算無足濟，伊有算足少的，會使講無啥物專修的有算吼。啊，我再佫轉來講這到底欠缺啥吼？咱講台語文體制化差不多是20多年前的代誌，其實是對差不多改嚴以後就開始為民間開始，所以是差不多30年前的代誌。啊，30年前迄個時陣。講甲聽的人還佫是足多的，吼，雖然國語政策已經足久啊，所以迄個時陣講甲聽的人足多，但是大家攏毋知影安怎寫，所以迄陣大家就會感覺講，哦，咱來發展聽，發展讀甲寫，所以開始有即個慢慢啊台語的書寫標準化、體制化，啊嘛，佫有一寡文學獎等等。但是時間過到即馬吼，讀甲寫漸漸啊，咧學校慢慢啊，伊會累積起來。但是民間無咧用，因為中文啊，佫是足強勢，啊，大家嘛無迄個意識。像拄仔咱影片內面看到的，一個老師講的，係講大家對即個台語的即個轉型正義嘛無了解，所以大家無即個意識，大家感覺講中文就好啊。所以經過這20多外年，雖然咱遮看到的即寡代誌攏有做出來，基礎建設慢慢啊有做出來，但是無人咧用，因為講的人愈來愈少，中文也是愈來愈強勢，所以我感覺。應該就是像對我即個主持人你講的，應該愛想較濟做法，互即個台語轉來到生活中。譬如講，即個政府單位吼，還是講區公所等等的，伊即個第一線的服務人員，你互伊一個標章，吼啊，咱去辦代誌的時候，知影講哦，即個人伊若是搭一個即個，譬如講寫台語，講伊講我會當講台語。咱就甲伊用台語咧溝通，而且即個制度愛有獎勵，這是上實際、上直接的。人攏是需要鼓勵，你若有好處，無動機，伊就無想要做。所以即馬咱的社會上有足儕人，伊的台語是困去的，伊毋是袂曉講，啊是困去，因為伊無環境通我講。咱需要有較儕的動機，互大家甲台語講倒轉來，因為台語畢竟甲客話也是原住民語是無共的，台語本來是共同語，本來咱即馬中文咧做的代誌，其實本來攏是台語咧做的。這是頭一個，就是愛互使用有動機，吼，比如講公部門也好，還是甚至是公教人員，吼，有這個動機。但是動機有當時是種熱情啊，爾，譬如講吳老師，蔡老師，吼。蔡老師是做老師，先做老師，才有這個動機，還是講無是某時突然間石頭殼去擊到，才安尼嗎？你會當講一個你家己的過去經歷，互大家來了解，講要安怎來做這項代誌，尤其這種有的是義務的哦。我想，吼，這應該是安尼吧？來，請。我一開始是因為我的查某囝出世，然後伊後來2歲外的時陣，我帶伊去參加新竹市保育囡仔課這個所在，然後迄個所在就是用台語交客話講故事，互囡仔聽。啊，我後來互經做調起人，所以我就教我的囡仔全台語講話。啊，伊迄陣2歲外的時陣，其實伊2個月就為華語轉做全台語的囡仔。啊，阮迄陣就是一陣媽媽，然後帶囡仔開始講台語講故事。啊，阮本來想講用台語講故事，毋是足困難的代誌。啊，毋過無想到講話本一個摕起來，即句袂曉翻譯，迄句袂曉翻譯，也是講人話本的翻譯其實是有伊的迄個韻律佇的，但是阮念出來，交伊的其實是無下。所以阮迄陣就專工去找老師來替阮上課。啊，後來才正式去學台文，那阮後來迄陣媽媽全部攏入去學校內底做台語老師，然後後來成立新竹市本土語推廣協會，然後開始制造一寡台語的代誌。啊，一開始當然攏是做義務的，無毋對。包括阮後來有足儕代誌，其實攏是自發性去做，就是為着家己的囡仔。蔡老師，若就你這個點來講，像頭早咱佇新聞台內面，咱老師也有講着，講咱來促進這個產業鏈，吼。
那是就你所在這個位置來講，唔是地理方位啦，吼，就講你比如講囡仔這個繪本的這個講師也好，還是推廣的協會理事也好，你認為你所在的位置，你的產業鏈可能是啥物？今年拄好舊年，台灣就是文化部有辦一個培育台語家庭計劃，然後新竹市政府伊有去爭取。所以，阮協會迄陣就有接這個工課，就是台語培育家庭的計劃。然後，這個培育家庭計劃伊是有經費的，所以迄陣落來時陣，協會就出動足儕人講故事的，也是行打的，也是親子營隊，也是 DIY 之類的。然後，全部這個台語家庭，桃園的，也是台北的，甚至是嘉南的、台中的，攏有拼來阮遮參加。因為迄陣全台灣參加的縣市並無濟。好，然後。這個物件起來了，協會內底媽媽就感覺因平常時練的功夫，即馬有用途啊，而且因是有講師費的，就是我有法度練功夫，然後我閣有講師費，啊，我家己個囡仔閣有免費的台語活動會當參加，因為平常阮為着台語活動，阮會當為着一個台語活動，拼去高雄，拼去台中，拼去台北，因為新竹無一定有，啊，台北交其他縣市嘛是安尼，就是台語家庭伊會為着台語活動，我會當走足遠的所在，就是為着。這個活動是全台語的活動，但是這個培育台語家庭計劃進前新竹市文化局來找阮的時陣，我都有甲因講過，你若是找阮協會辦，就會當去收到新竹交台北的台語家庭。我講的真正的台語家庭，真正的台語囡仔。你若是找別個團體辦，絕對無法度去收到阮協會的人，因為阮台語家庭攏知影，華語團體辦的。毋是華語團體辦的活動，因的台語比例非常的低，因為去年這件代誌有互報出來，就是甚至是一成攏無夠的。阮常常攏講生笑講，講故事的講師伊的台語無你考，比阮查某囝閣較爛。對，啊毋過有一個足現實的問題，就是找台語意識的團體辦的活動，你就較無法度去收到一般的社會大眾，因為一般的社會大眾袂帶囡仔來參加9成台語比例的活動。對，啊，毋過我感覺民眾應該要受教育，就是你今仔日去參加一個全台語的營隊，也是你去參加一個英文全英文的營隊，也是去上英文課的時陣，你攏感覺講英文是應該的。但是為什麼你來參加一個台語的活動，講師用9成的台語教你講話，你會感覺我的囡仔聽無，我無想要參加。阮去圖書館講故事的時陣，我攏會招呼囡仔過來聽故事無，因為有時陣人較少。啊，就有邊仔就有民眾就講啊，我無要參加這是講台語的來，阮查某囝聽無之類的。我要先跳來先問小姐你小姐吼，我要先跳來問柯老師吼。那這種情形，除了咱意識上要改變，到有啥物社會鋪排，通好，互因自然會當來。因為咱這種話咱聽足濟，吼啊你英語你著呢興趣處啊，唔捌你也叫你這個腳甲踢入去嘛甲洗入去，啊，咱就愛用意識上來甲啟發，啊，拜託伊啊甲高正，敢是安尼啊？還是講有啥物其他的這個社會鋪排，通好互這個代誌當互自然。哦，像我拄仔講的，其實咱台灣閣有足儕人，伊的台語是困去的。啊，咱人咧困的時陣，人來甲你叫起來，你一定足氣的，你足無甘願的。但是咱若是像你早起咧叫囡仔，你就知，你來甲叫攏叫袂起來。等你來卡點慢慢啊，甲伊開去，迄個光線一點仔入來，伊家己就會精神，伊就袂遐尼歹性地。我想的，阮兜迄所的攏是用迄個饅頭吼，捶啊砰，啊甲平啊安尼吼，啊就起來，對，就是吼，你袂讓強的叫伊講，哈，叫伊起來，吼啊，所以咱台語嘛是共款，因為台灣的足儕人的台語攏是困去的，啊，咱就愛想辦法甲即個卡點甲伊扭起來。啊，即個扭起來，譬如講像我拄仔講的，比如講政府都愛帶頭嘛，你政府部門你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因若是，就是服務人員會當決定講，伊會當除了中文以外，伊閣會當用啥物語言來服務，愛有足明顯的即個標示。啊，咱去辦代誌，咱看到即個人講，哦，伊會當用台語，啊，我就甲伊用台語。啊，伊若正經有搭講，伊會當用客語，啊，我嘛會當用客語，我就甲伊用客語。這是一種，啊，是講政府會當去，互較大間的即個企業，譬如講大飯店，還是即個。百貨公司等等的，嘛是用同款的方式，互即寡企業有一寡優待，還是講甚至干那是互伊表揚，
吼，因為其實台灣足儕人台語困去，所以伊台語講倒轉來無困難，伊毋免特別去學，你只要甲伊講倒轉來，安尼即個台語的即個土壤就會愈來愈活起來，安尼台語家己就會當行甲真好，啊，再閣配合即寡基礎建設，安尼咱即個語言才會當正常化。咱頭攏講的攏是一般的即個功能性吼，但是今日特別邀請到溫小姐吼，伊嘛是一個文學作家，我嘛寫詩吼，初啊佇咧 Instagram 頂頭吼，啊其實伊本身還佫一個身份的心理學的即個學者，嘛是做心理師吼。我先要邀請吼溫小姐吼來現場吼，你讀一首詩，互大家來聽看覓講。其實台語詩吼，現代的台語詩，你聽起來吼，迄些押韻啊，即個氣味是啥物？你會當現場。好，我講一條情詩好啊。因為就是我感覺較早台語歌寫足儕情歌嘛，不過伊的即個寫的方式，可能甲即馬即個時代佫無共款。是。所以我用即馬較新的時代的寫法來讀互大家聽看覓。是。來請。這條詩叫做《雨芳》。一場大雨，甲咱兩個伯伯佇無人的頂仔骹，雨聲、喘氣聲、心跳聲，分袂清楚倒一個上響。經甲頭相下，點點等雨芳。這是我頭一擺遮爾啊希望，雨永遠落袂煞。大家吼，現場咱是應該愛拍譜啊，但是咱這個單位性節目吼，我要先請溫小姐，你甲咱講看覓吼。你寫詩才有寫偌久？我差不多高中的時陣就開始慢慢啊寫。寫台語的詩。高中的時陣是為台語歌詞開始寫的。了後到大學迄當陣才開始寫台語詩。你通好甲咱講講，是安怎？你佇國中的時陣，你就開始對台語有即個意識，是處理本地就是純然的台語家庭嗎？還是像蔡老師安尼處理規個就是台語，對細漢就開始講台語嗎？其實毋是阮兜干那阿嬤會教我講台語，就是爸爸媽媽因對我嘛是講華語較濟啊，所以我較像是我本地就對語言就有興趣的。啊，後來到高中的時陣，我就發現講，因為細漢的時陣就是定定甲阿嬤做伙唱台語歌啊，所以看迄卡拉 OK 的字幕，就會知影講台語是會當寫出來的。但是若是阿嬤甲你唱台語歌，應該唱的攏是金色的夜叉，還是溫和悲傷曲迄種的啊？啥物江蕙啊，還是黃義玲的歌較濟。佫較，毋是阮即種年代啦，我歹勢。嘿，啊，毋過就是我感覺講。聽足濟，而且嘛知影講有一寡字是會當，迄是在來字嘛，甲即賣即個教典的字佫無共。我會調工講迄個較古早體，就是講，其實你用一寡字，你是特別去找即個日文甲台語的字典，去喺裡面扣即個古早咧用的字出來吼。因為我感覺應該較早有足濟字是會當。足水來表達講一寡感情的，毋過即馬較少人知影。你甲咱即本冊吼，天互咱觀眾朋友鏡頭來看吼，你即個冊名叫做《日花閃爍》啊，日花吼，啊，真濟觀眾朋友可能也許在即個社群媒體頂頭啊，看到你甲賴總統吼，兩個咧讀詩啦吼。對。你個人解說一擺吼，日花是啥物意思？日花其實就是講，即個日頭光，伊為樹葉的芳安尼破落來的一款微微啊日頭的感覺。啊，有時陣可能在塗骹是啥物所在變做敢若花，即個形嘛會叫做日花啊。哦，這在日本的文化也有一種說法啦，一種講法吼，講袂哩。對，講袂哩比對。哦，啊，但是這意境吼，用台語講起來就無啥共款。哦，這個聽起來就無啥共款。你認為你做這個詩文的創作，在甲你的生活當中吼，會有明顯的落差無？比如講啊，我寫的字，啊，甲我平常時講的話，我有得通甲人辦代誌時陣，我讀詩互聽嗎？應該毋是安尼。但是我可能用的這個字，有可能用會着，啊，別人會當有所理解，還是講無咯？我寫的這個字裡面有一寡字詞。會當應用在生活當中。
因為我感覺我較特別的所在，就是我的台文其實是比台語佫較好的。就是我是算是細漢的時陣無迄個台語的環境嘛，後來學台文的時陣，台文幫助我來甲台語學倒轉來，所以我的即個台文的能力可能比日常的講話佫較好一寡。所以我感覺確實會有一寡日常生活用的物件，我較袂曉講，但是寫詩的時陣，我較有時間會當去慢慢甲伊寫出來，會有一款落差佇的。所以你有認為這個落差變成你創作的一種？障礙啊是，無一定是障礙哦，就是一種特色哦。顛倒是一種特色。我因為我讀過吼，我認為顛倒是一種特色。因為比如講我買的是這有聲書，哦，在咧聽，聽久了有一種特殊，敢若聽歌咧，吼，嘛是這種特別的創作。但是因為咱今仔日咧談話是咧講。我生活當中要來應用整個台語文的體制化。在你的觀點，若是囡仔時勢來細漢幼稚園還是小學，伊要安怎開始免講創作，伊要開始講起來，你認為上好的方式是對阿嬤唱歌？因為拄則有講到動機嘛，就是我感覺有一寡外在的動機最重要。不過對阮這樣的人來講，可能這個內在的動機嘛是最重要，就是講伊感覺這個物件是水的，是好耍的，是流行的，就開始因為這個台文的物件，顛倒想要轉去學台語。所以我發現我足濟讀者，因其實是本地台語可能講甲真垃圾，但是因讀這個史了，因感覺原來台語會當遮水，因有一個動機想要甲這個語言學倒轉來。所以我想要講的就是講，我感覺可能流行的文化，也是講這款互囡仔感覺，其實台語是一個足趣味的物件。這個動機內在的動機，可能嘛是最重要的代志。文化性。嘿。因為我甲柯老師年歲，我比柯老師年歲佫大一點嘛吼。阮細漢時是讀迄個，阮毋是讀冊，阮就是啲大甲必草翁，南極冰山虎，後來才蘇艷文，初開始攏聽這，聽唱片，布袋戲唱片，也毋捌看影哦。迄陣時也無電視啊，敢若聽唱片咧放，聽就曉。但是即擺的囡仔就無即個環境吼，我要來請教咱義祖吼，義祖，你細漢時陣就講台語嗎？是，因為我是台南人。你台南人？我台南人。但是你應該毋捌聽過南極冰山虎、大甲必草翁吧？無，毋捌吧？啊，恁迄個時代攏聽啥物？聽阮爸甲阮母阿講，就是拄仔我感覺講，就是迄個家長愛講，聽阿嬤唱歌這件代志嘛，真重要。即馬是連阿嬤攏袂對囡仔來唱歌，所以我感覺足可惜講，即馬阿嬤甲囡仔是咧講華語，伊無甲囡仔講台語啊。所以拄仔柯老師伊咧講的這個轉型正義的部分，就講咱嘛咧鼓勵這個家庭台語家庭，講你原本其實你有迄個喙齒，你甲你的喙齒找到，你家己本身會曉講，你來對你的囡仔開始講。所以我感覺這件代志真重要。啊，即馬就像拄仔這個溫老師咧講的講吼，像即馬有一寡少年人。開始感覺講，這個物件這個歌足水的，這個詞足水的，因為流行，阮感覺台語足水的，阮開始來學。我感覺這是兩個無共款的一件代誌。但是我較有好奇的是，義祖在你做市議員的這個身份，恁會當做啥物代誌？其實像拄仔大家咧講的，就講哦，愛有迄個動機啊，包括蔡老師咧承諾，伊講哦，文化部。在策動台語家庭，甚至有客語家庭，伊有編列預算哦。但是你會想講哦，哇！你安尼拄仔我咧聽大家介紹講，文化部編13億，敢若足濟哦。我來舉一個例哦，新北市教育局編雙語的預算，英語的預算是編2億哦，請老師爾，請外籍老師、外籍的老師來教2億，請老師。但是你本土語言共同使用偌濟，至少5000萬。本土語言哦，包括原住民族語客家話台語，咱做伙來使用甚至即馬有新住民無共款國家的語言嘛加入咱遮的本土語言來策動。但是其實對咱拄仔老師咧講來講，咱希望台灣台語來復正，其實政策要安來處理，預算真重要所以包括就講為文化部即馬編的這預算
其實新北市頭一檔是無任何家庭申請的呢？為什麼？因為新北市文化局並無認為這件代志是因愛做的。哦，這真好耍哦！就講文化部策動這個政策，伊看起來應該是文化局愛來做嘛。但是文化局新北市的文化局並無認同這是因來做。後來是因為舊年我的監督，所以新北市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開起來做。好，所以這我是感覺講，中央在政策在推廣的時陣，其實伊無想到地方政府有無共款的單位，啊，甚至有一寡地方政府伊是對台語復正是無任何了解的，這就是咱轉型正義閣做無夠的所在。這我不得不愛來請柯老師吼，因為我工作這屆吼，這整個國家的這語文政策吼，語言政策吼，不管你安怎講啦，就是講。欠缺一個體系性，吼，想到遮做到遮，雖然這30檔吼，遮做遐做了真濟，但是譬如講，我地方政府我就當，因為我就甲你講，我是無遮濟老師啊，吼，你錢予我唔知要倒去找老師啊，吼，我唔知要倒去訓練老師啊，所以中央的鋪排是真重要，就。我要請柯老師來講一下，是安怎台語委員會至關要緊？就是大家一定知影講，咱有客委會，嘛有原民會，啊，因一年的預算都是45億，也是50-60億以上。啊，啥那無台語，吼，啊，當初咧設客委會甲原民會的時陣，迄個思考就是甲客話、原住民語甲台語甲伊綁鬥陣。啊，若即個綁鬥陣以後，就感覺講，哦，迄台語敢若較濟人咧用，啊，無咱先照顧即個較弱勢。好，安尼嘛袂要緊，迄陣是安尼想。但是這時間過遮久以來，台語我閣是本來是講啊無因先我尾啊着台語，着我 OK 你承認，結果台語大家因 OK 啊，台語就無，抑閣是無。所以咧，雖然講咱民間一直咧要求政府敢若嘛有回應，但是伊就講好來啊，無文化部吼，甲恁照顧。但是文化部共款嘛是愛閣照顧客話甲即個原住民的語言，教育部嘛是共款。吼，所以即個委員會要緊就是講，咱需要一個委員會，即擺就袂輸講，即個客話有人咧甲因教，吼，原住民有人咧甲伊教，啊，台語是無家長的囡仔，你家己就是家己拼，啊！你家己拼咧，家己拼有當閣會去互即個別個語言感覺講，啊！你奈拼較濟出來，啊！你奈有我奈無，但是台語有是因為拼出來，毋是政府互你的，吼，就會變做有遮濟代誌。啊！但是咱嘛知影講，台語拼遮濟代誌出來，即寡物件出來，其實是就是遮做一個，遐做一個，咱欠一個帶頭的單位，帶頭的單位非常的要緊。伊毋若講會當整合即寡資源，而且佫較要緊的是，伊帶頭，所以伊愛有一個願景，一個 vision， 講愛有一個目標吼。10年以後，咱希望安怎？20年以後，咱的目標是啥？但是即馬無啊，即馬你看即個譬如啊，而且因為咱無即個專職，就是專職的單位啊，即馬即個台語的代誌，就干那是文化部甲教育部咧做，所以大家去想看覓，拄仔一開始主持人有問觀眾朋友講。各位觀眾朋友，恁感覺你生活中你聽到的、用到的台語敢有增加無嘛？吼，啊，大家無即個足具體的感覺嘛？因為咱過去這段時間一直甲台語囥佇個文化甲教育這兩塊，啊，這是安怎會安尼？就是轉去到我講拄開始的時陣，咱感覺講哦，台語大家敢若會曉講，攏毋知影通寫吼，啊，而且迄個時陣台語已經去互。就是即個抽化足久啊，敢若是攏足無水準的語言，所以咱愛互文化透過文化教育吼，甲即個台語的大家印象甲伊提升起來。但是都袂記講，咱哪提升，但是本來的即個基礎就是聽甲講甲一般的使用攏無去啊。所以咱需要一個即個專職單位，甲聽講讀寫伊種種的功能吼，攏愛甲伊恢復起來，互伊變做一個是正常的語言。就是目標是啥？即馬中文咧台灣做的代誌，台語就應該攏愛做會到。我家己初步的感覺吼，就要請教蔡老師吼，就是講，其實咱即擺的台語吼，大部分攏是表演性，吼，真正有表演性，甚至有表演者。除了表演以外的時間，就是講華語，吼。啊，我也莫講啥物人，但是
這袂當怪伊，是咱在這個環境當中，甚至咱這個氛圍，吼，整個氣氛都無真優先嘛，無真整個要使用的這個條件都無。但是對恁來講，其實恁就是生食都無夠，佮通好拍歌。尤其恁做台語家庭來講，要摕這資源就真難得，哦，要安怎做？就你即馬所在，譬如講恁這個團體也好，恁上需要是啥物？上基本的需求是啥物？是教本嗎？還是師資？還是其他啥物代志？放煙火這件代志吼，就是比如講，雖然即馬因為學校攏有在推愛上本土語嘛，所以逐檔攏會有迄個台語客話的比賽、原住民的比賽，然後攏會選出選手。然後選手內底有足濟，其實攏是袂曉講台語交客話的囡仔，然後伊就是聽因懂，伊就是背起來，還是就是靠老師替伊寫稿，然後伊就是硬背起來，為着伊會當出去參加比賽。對，啊，當然真正的台語囡仔，伊去參加比賽，伊當然是有優勢，但是伊佇學校內底，是毋是每一間學校攏會當揀出台語囡仔參加比賽？我無感覺真正有，就是就我佇學校內底教學來講，其實一個班內底會當揀出一兩個講台語的囡仔，已經是足無簡單的代志啊。啊，若是徛佇台語家庭的角度來講，阮想要比的，就是因為我感覺目前全台灣的台語共學團體較想要比的是每一個縣市攏會當有台語學校，就是阮佇囡仔還未進入科技環境進前。就先互伊浸佇遐內面。對，阮是足辛苦在維持，教伊講台語，互伊交台語的朋友做伙，無互伊交華語的囡仔做伙。啊，我為着這去裝台語的活動，去找台語的導覽，然後甚至是有的人伊會專門為着這去招。你想要上台語的瑜伽，我的囡仔想要上台語的瑜伽，我的囡仔想要上台語的鋼琴課，我就去招，我就去找老師，然後就是即陣台語家長來相聽。但是我的囡仔伊上幼稚園了，伊上國小了。伊自然入去大環境是講華語了，伊就會互扭去。對啊，雖然阮有緣有會條台語的朋友做伙佚佗，但是伊大部分的囡仔，伊大部分的朋友已經是講華語的，所以伊的台語的退步，這是一定的代誌。所以阮攏足希望，為什麼就是無法度佇台灣每一個縣市攏會當有一個台語學校，就是這個台語囡仔。因會當留佇台語學校內底，啊，伊才有法度一直攏講台語，啊，伊才會當有台語的朋友。老師，你認為即馬吼，尤其愈來愈厲害，即個 AI 啦、通譯啊，即種物件對恁是一種幫助，還是一種阻礙啊？我佇社區大學內底教冊的時陣，因為即個 AI 即馬已經會當直接用講的，然後伊會當替你家文字寫出來，對啊，因為其實30-40歲以上的人，伊的台語攏是會當講了袂歹。啊，我佇社區大學其實大部分是教人安怎寫，叫安怎讀台文的，所以這個物件對我來講有這個學員就是伊會感覺就是 AI， 我有法度念，伊就有法度寫，但是伊寫出來的正確率永遠是無夠的，甚至是有足儕家長，比如講我的囡仔要參加比賽，伊就用 AI 替伊寫稿，伊會當替伊教伊講，比如講西北風，正確就超100%。對啊，伊也是需要人去修改，但是對阮來講，只要是對台語有幫助的代誌，阮攏感覺是好代誌。阮攏感覺是好代誌，啊，只是講因為市場愈大的時陣，就有愈儕人想要做台語這件代誌，所以阮是感覺是好代誌。啊，毋過伊無可能完全干那我靠的啊，伊也是最後也是需要一寡台語的專門的人士去替伊教誌。是，啊，若是像文小姐，恁的創作之外，因為你本身的這個身份，你即馬開始職業啊未？開始啊。那有要求你要來講台語的這個要找你的這個咱應該講還價，還是講你的這個要來找你要來做諮商的人？會當講是無，因為我感覺就是特別是這款環境要講心內的代誌的時陣，大家攏會驚對大腦的負擔上少的語言，所以伊佇這個環境內底已經慣勢講華語的時陣，伊真罕得有人會特別換台語來甲你講話。啊，較會用到台語，可能是我較早佇病院的時陣做安寧病房的實習的時陣，才會甲老大人
來講台語，不過嘛是就是會限定佇較特別的這個場合。聽你安尼講起來，這條路還佫真長哦。因為我家己其實就是嘛有一寡台語課的朋友，有時陣會佇台北就是小酒去啉咖啡的時陣就講台語安尼，但是差不多講2-3點鐘了後，大家攏會足忝的，因為就是足講甲真忝。因為足儕事是講袂出來的，譬如講，因為20幾歲的生活課啊，甲10幾歲的生活課啊，現代有足儕代誌台語這個詞我袂發明出來，所以你需要一直請換你的語言的時陣，到尾啊你一定會感覺足忝的，那就你這個心理學這個學問來講，嘛真濟物件，還佫無用台語擬名去發音嘛？對啊，譬如講衣服，大家攏知影衣服是啥物，但是衣服的台語，你就算你有法度講出來，別人嘛無一定聽有。哦，這個你超工放空主杯，你嘛無法度，一般的人嘛聽無。衣服即嘛這個字，其實大部分的少年人講華語的時陣是聽有的。就是這個概念已經傳出去了，個體化。但是換台語來講的時陣，可能大家都會無關係。啊，這是語感的問題，還是應該是愛有人在什麼所在去互伊當查冊，會當來做，互伊較熟悉。老師，這敢有通做這種安排？因為對我來講，這其實是語感的問題啊。咱就想看中文嘛，中文敢有人甲咱講依附是啥物意思，療癒是啥物意思？但是咱定定接觸，咱自然足緊就會曉。所以問題就是喺遮，這是我拄仔一直講的，台語應該正常化。啊，要安怎正常化？就是愛伊轉來到咱的生活，袂當講表演才講，上課才講，台語課仔才講。吼，即寡人已經足拍拼，但是咱需要的時候。困去的迄寡台語，大家起來鬥陣叮當，台語大家叮當起來，你有咧用，你才會有語感。吼，啊無，其實我嘛有做一寡像遮相關的即個工作啊，吼，做語料也好，還是講新詞的即個會鬥研究吼。但是這閣較安怎想，攏比袂過迄個新詞產生的速度。是我譬如講一個例。吼，你敢知影啥物是奶蓋？你若咧啉飲料的人，你就知啥物是奶蓋。就頂懸有迄個牛奶鋪。啊，敢有人特別愛說明講啥物是奶蓋？迄頭一擺看到你毋知，第二擺、第三擺你就知是安怎？因為中文是活的，伊家己有家己的即個機制，會當有新的詞。每一個語言，正常的語言、主要的語言，攏應該是安尼。所以其實上大的問題，還是台語應該愛正常化。愛轉來到咱的生活，啊，即擺因為生活中攏無。轉去到個場景。就愛所有的場景攏會當講台語，所以這愛安怎才做會到，就是會當講台語的人，你佇個所有的場合，真可能講台語。因為咱過去20年，即個政策攏是講，哦，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伊甲伊包裝做一種語言，其實是三種無共款的語言，所以。對，變做大家攏毋敢講，講台語的人，伊只要要開嘴講台語，伊就足驚，伊就自我審查講啊，敢會有講客話的人，哦，安尼我是毋是對伊無尊重？啊嘛，甚至有講客話，袂曉講台語的人，伊就會講啊，你講這，你就是對阮客人無尊重。但是這就是一開始即個政策的毋對的所在。台語甲這兩種語言是無共的，中文也無來台灣。台語就無問題，但是客話甲原住民語，伊佇個日本時代的尾期，伊其實就已經流失甲真嚴重。所以中文也無來台灣，台語毋免復振，但是客話甲原住民語是需要復振。但是咱即擺的政策是甲即三項攏拔到底，就袂說你甲一個運動員甲兩個即個尤其個囡仔，攏甲互因食共款的物件。這是足大的問題。這我也想着講，因為溫小姐你過去也佇病院內面吼。其實真濟醫生人，吼，對即個患者咧講話的時陣，真濟伊看伊年歲偌濟，就甲伊講台語啊。自然就甲伊講台語。有當時比如講外語漢語啊，伊看伊年歲就用台語，這就是頭仔郭老師講 lingua franca，就是通用語的即個問題啊。但是就你的創作來講，其實今仔日還佫一個主題啦，是台樂派。
還是通拼音牌？因為這佫較專業落去啊，可能對一般觀眾無一定理解吼。就你創作語言，你創作的時陣，你是用這個漢字落去寫，還是先用這個拼音落去寫，還是台語落去寫？我內底我是用漢字寫，毋過攏有加台語，因為我感覺即馬應該甲台語的文字標準化，別人較好學安尼，所以我攏是用教育部的推薦的字去寫的。是，你咧用的時陣，講有啥物困難，還是講無喏？這有的字就唔對咧，這應該用咱咧用的時陣，咱有當時就細念，這個字安尼敢對？這應該有一個委員會去出來討論一下。你家己咧？因為我感覺迄就是應該是學者的代誌，就是因咧決定講啥物字用啥物款的漢字來寫。這雖然就算我有我家己的想法，不過因為我的目標是希望大家會當有一個標準會當查會當讀有，所以我攏是照迄個標準去寫。若是會拄着啥物困難，我感覺可能是就是一寡較技術性的，譬如講台語即個兩個連字符的時陣，大部分的軟體攏會甲伊變做一個長的。啊，這有影。而且你就愛拍做一個解安尼，所以有時陣，譬如講 t 的音是d 的音是 TEH 嘛。伊就會甲你變做 THE， 因為伊假啦，伊當作你拍毋對安尼，所以我感覺可能即個軟體部分，定定攏會是創作頂面，就是足儕技術性的，即個較無便利的所在。是，若像議員，你本身你家己處理，除了父母攏咧講台語，你家即個議會同事攏有咧講台語嗎？即順就無啊。即順嘛，無對。但是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講哦，其實拄仔我要呼籲這個柯老師咧講，就講其實即馬講台語、學台語，甲用台語來教冊，甲拄仔蔡老師希望講，咱希望會當佇一間台語學校內底，互咱的囡仔去學習。我是感覺這是上困難的所在啦。就講即馬其實大家並無甲這件代誌真正有一個系統化去整理。所以咱為什麼愛有一個學習委員會去設定一個目標，講像拄仔講一個標準化，未來要安怎寫，敢有一個委員會去討論？目前台灣是並無的，這是咱感覺上可惜的。但是就講因為地方有遮濟團體來，咱開始編醫生啊，換無換少，至少就是講至少閣有啊，咱來開始寫，開始讀。所以咱即馬就希望講甲遮個老師留落來，咱來講即馬。教台語嘛，希望透過這個節目，互知影講吼，其實即馬教台語的這個老師，其實伊要留落來繼續教台語是困難的。大家想講為蝦米？你無簡單考到一個證書啊，你還教台語是困難的。伊無學生啊，伊無市場啊，因為伊的學校並無用台語在教冊，甚至伊要去找工課，這個證書是無加薪的。所以我會感覺講足可惜講，包括阮即馬佇咧咱的一寡政策咧討論的時陣，我嘛盡量用台語來質詢。咱嘛希望講，拄仔咧講的，你只有文化局、教育局在策動無夠。你市場處，你的菜市仔畫價的時陣，或在拍賣的時陣，你嘛應該用台語啊。你若在技術的時陣嘛咧講用國華語，你應該嘛要用台語來講。甚至我嘛要求，一個咱新北市大型的表演，伊嘛應該用台語的方式來傳承咱一個文化的意念佇內底。所以我會感覺講，今仔日大家愛。把這個系統化這個物件製作出來。其實為什麼大家即擺一直咧講學情台語，學情台語要安怎學情？其實委員會真重要。至少你把一個委員會設定在遐，然後開始有目標，開始去檢討。你唔免講我今日要檢討教育局、檢討文化局，甚至我要檢討民政局。愈來愈濟單位檢討袂煞，未來唔免我要檢討咱台語學情委員會，伊去規劃規個台灣，甚至每一個縣市。嘛愛去設定這個台語學情委員會。我講新北市上好啊，為蝦米？新北市有7成是南部起來的人口，其實大家攏會曉講台語，但是為蝦米迄個喙舌無去啊？要找到絕對毋是教育局甲文化局愛做的代誌，是每一個政府人員、每一個單位，甚至每一個政治人物攏愛來講，才有法度把這個喙舌找到。其實你頭咧講的時候，我就定咧，我就想到一個畫面吼。咱新北市真濟菜市仔，你菜市仔其實即馬不只真濟外國人吼，挑工要來踅咱台北市的菜市仔，吼，尤其新北市一寡菜市仔已經改新吼改換，應該要有這個
像咱叫做 QR code， 吼，会當伊若掃落去了吼，有台語的發音，因為對伊來講，迄華語甲台語是共款，你哪有差別？咱應該有這個比例吼，當囥入去，吼，每一個人，你唔那是外國人，你若在地的人嘛掃落去嘛會當聽，因為變做。這是我家己啦，若是我在帶阮囝的時候，我就加減哦，我就評斷，我有當掃落去聽無？無啦，咱在自頭講到尾啊。咱嘛幻想講有一日，若去什麼所在，然後聽，啊伊若聽到有趣味有介意，伊就會問，有問啊就有起頭啊。但是這個萬事起頭難，我愛是要來問老師的意見吼。到底這個通用拼音？甲台語，這個是不是真重要？但是在我來看，我的體會是環境較重要。那有這個環境吼，那有的人就是要學台語，有的人就是要，但是伊的目標是同款的，伊要奔向迄個會曉講、會曉寫的這個目標的時候，伊內面就有做一個專員。唔知老師的看法是啥？書寫是一定要標準化的啦。是。無你看咱學英文好啊，咱敢會當講，我認為這安尼拼，伊就是安尼拼，都袂當。我甲咱講 Chicago， 我像那你拼 CH， 像那歪拼 SH， 所以書寫是一定要標準化。啊，台語已經遮弱勢啊，所以伊的書寫系統是袂堪要閣有幾來種。也是愛統一。一定要統一，毋若是台語，你莫講台語遮弱勢，就算講是強勢的中文，伊書寫閣是統一的啊。所以書寫一定要統一。過來就是講大陸拼音。大陸拼音毋是敢若橫空出世的呢，大家想是我講到即個90年代改嚴以後，就足濟人，大家攏想要復進台語。佇個迄個時代，閣有較濟人有台語意識。但是大家若去看，過去你去 Wiki 看到一堆，迄個時代有足濟人設家己的拼音方式，毋是敢若羅馬字啊，閣有注音符號，閣有日本卡納。啊，迄是注音符號的，啊，閣有即個。日本話的卡納迄款的，啊，閣有韓國字的，就算講是羅馬字，大家嘛有足濟款，所以迄是足濟種以後，才整理一種講好啊，咱用羅馬字，啊，而且其實是用白話字，就是教會系統迄個白話字，小改伊改過，啊，啥若要改過，因為閣有即個咱的起盤要哪拍，羅馬字教會迄個系統，伊有一寡符號是拍袂出來，就譬如講。伫個咱即馬拍字講，迄個做商標符號，伫個右上角一點，啊，一個細細的字，迄咱一般的起盤是足歹拍的，吼。所以迄個時代已經進入到電腦的時代，啊，慢慢到即馬的即個大陸拼音，所以是書寫一定是愛統一，這是無啥物問題。所以我感覺可能有人，因為大部分的觀眾朋友毋知即個價值，吼，啊，就會感覺講。啊，阮來看到較濟種，也是講有當咧網絡頂懸看到有人咧相罵吼。我相信咧相罵的人，反正伊嘛毋知過去即段，伊攏叫是講大陸拼音，就是雄雄走出來，甲其他所有的迄個拼音攏甲伊消滅去。其實毋是安尼，而且若無大陸拼音，咱即擺咧用的是另外一套，叫做台語通用拼音。啊，台語通用拼音，迄是以中文為主體咧做的哦。迄甲即擺的即個台語。完全攏無共，迄都是配合中文的拼音方式啊。所以大陸拼音其實就是咱即個愛符合咱語言的需求，而且伊閣有語言的即個原理，這是一個好的代誌。老師他講起來，這就是英語咧講 dependent path 啊，主詐本對的有一個基礎佇個，在這個基礎之上，閣去做延伸做現代化，吼。對。但是我來請教蔡老師吼，恁咧用的時陣，尤其是恁兜誒。囡仔，伊咧寫的時陣，伊甲漢字、甲中文吼，也許叫中文叫漢字，伊咧轉換的時陣，伊敢有困難啲？我的囡仔其實無真正學台語，雖然學校有教，但是因為我本身是字音字形的選手，所以伊定定看我寫，所以伊加減會當看有。啊，台語有一個好處就是對。使用拼音國家的人來講，親像我之前有教過美國人，伊學台語的時陣，伊絕對是用台語學的，伊無可能是用漢語學的。啊，對我來講，台語加漢語攏是台語的文字，對。啊，
我無想要插白話語這個問題，因為有一派的人有影是支持白話語的，但是因為即馬教育部佇學校推設的，就是台樂，所以我咧教的時陣，幼兒園攏是用台樂教，甚至即馬有一寡新北、台北遐較有意識的家長，伊甚至會願意開錢，互囡仔去上台樂的課程，甚至是台樂的營隊。我攏感覺迄是需要足大的勇氣，因為即馬囡仔就是學日文、學英文的足濟嘛。但是伊願意開同款的錢，互囡仔去學台樂，我感覺這是足困難，而且遐個囡仔甚至是袂曉講華語的，就是台語是伊唯一的語言。然後伊感覺伊若是有法度佇囡仔進入華語的大社會進前，伊先甲台樂拍入去囡仔的心上，伊接觸其他語言進前，對，伊若是先會曉學台樂了，伊就袂互其他語言誘去，對。但是這件代誌是足困難的啦，就是因為。台樂並無，因為我本身是英文系畢業，台樂並無比英文簡單。啊，大家學中文，就是學華語加學英文，你是開偌濟時間？你佇學校內底，然後你對幼稚園、你對國中、國小安尼一路學起來，你是開偌濟時間，都有法度甲華語加英文的書寫，也是講平常時的口語會當講啊遮爾好。啊，台語伊是佇學校伊本着的一禮拜就敢若一節課40分鐘。我教囡仔的語數時間攏已經無夠啊，甚至毋免講到文法，佫更加毋免講到台樂。所以為什麼遮爾濟當以來，就是囡仔學校囡仔的台語程度，5、6年仔的囡仔的台語程度，交2、3年仔的囡仔的台語程度，對我來講攏是共款的。對，伊就是敢若會曉迄幾句話爾，就是敢若顧語數都已經是袂赴啊，因為伊根本都無使用的環境。啊，準講上課有教，伊轉去厝了，足緊伊就袂記得啊。對，所以我感覺台樂要推設就是啊，無就是學校的課程，伊的時間來增加，然後社會大眾一般的人，甚至足儕人佫毋知影台語有文字的人本來就無儕，甚至就感覺免講，伊知影台語有漢語佮台樂的差別，對，現實就是安尼。這講起來是問題還佫足真濟啦吼，但是我煞來要請教。文小姐吼，那就你要推廣你家己的作品來講，你除了你家己接觸一寡社群媒體頂頭的這個讀你的詩的人，你認為因認捌台語文的程度是如何？啊，因攏是什麼背景的人？你有做淡薄仔分析？其實我的社群算是較出口仔的，就是台語科仔內底的人嘛有，毋過大部分足儕人攏是可能台語本身伊並毋是對這個議題有特別興趣，但是感覺講可能介紹的內容伊就感覺就趣味的，還是種這個詩就水的，所以伊想要來學。所以其實足儕人伊並看無的，但是伊會當聽，所以伊就哪看哪學安尼。那這個體會，你家己的理解是啥物？我的意思是講，那咱創作端咧寫物件的時陣，無一定是對準講，我一定要互要使用台語的人理解。出口仔的，其他無使用台語的人，伊嘛會介意。啊，甚至因為介意，會認捌台語的文化，會當過來學習。你認為？這個途徑是有可能，而且是可行性，而且會當來做長久的工課嘛。以我家己的經驗，我感覺這應該是上有可能的解套，因為我想講，那有遮濟人其實因嘛袂用到韓國話，但是伊是安怎想要學，就是因為 K-pop 嘛，因看韓國的劇，還是因聽韓國的歌，感覺足趣味的，感覺這個文化足吸引的，所以對我來講。我的成長環境內底，定定攏是這款文化來煽動我想要學這個物件。這嘛是為什麼我決定用這款方式來推廣台語。這小段要來請柯老師吼，台語其實差不多2000年左右，迄陣是有一個新台灣的這個文化，啊，剛剛要走出來吼，啊，一群人咧唱台語嘛，但補一個3、5檔，差不多7、8檔就無去啊。小段再來問，但我要先請記者來講吼。就恁地方政府的贊助來講，有可能成立一個像高雄市安尼純台語的這個小學，因為阮是一直要來約束吼，要
規工要來去看因要安怎來教學。但我所在內面有誒是處理完全無講台語，是，吼，伊是看講啊，你這敢若即個松林小學，吼，啊教學真自由，啊甚至也有外國囡仔，也有啥物啊學習，啊有即種樣態佇，但是若新北市咧。就像我拄仔講的哦，為什麼我會感覺新北市是上適合台灣成立第二間台語國小的這個所在，就是講，因為其實新北市有真濟人，伊攏有台語的喙頭，哦，咱要安怎甲伊吹出來，就是講，因為因爸爸媽媽、阿公阿媽其實攏會曉講，哦，咱要安怎，互伊佇學校會曉講，倒去厝內嘛，閣有迄個環境會曉講，所以學校，因為即馬新北市的學校是無即個環境啊，咱會感覺足可惜的。所以變講，咱倒來學校，若是講咱會曉找到這個老師，所以我會感覺講這是真有機會啦。